今屆政府咧積極發展北都，亦都先後接納我嘅建議，例如精簡發展程序咧，同埋採用片區發展等等啦。目前北都嘅規劃啦、收地等啦，其實都係如期進行嘅。不過咧，睇翻外圍經濟嘅環境咧，令到私人市場參與嘅程度咧，似乎不似預期，令到北都發展感覺係唔夠快。咁所以我建議咧係可以調整土地嘅政策，例如係擺脱過去土地以最高發展價值獲取短期嘅收益，從地價先行改為以產業先行。以土地培育產業，創造長遠嘅稅收同埋附加嘅價值，例如按實補價，即係容許按實際發展嘅規模同埋用途釐定地價金額，亦都可以推出一啲嘅特長租約，鼓勵企業作長遠嘅規劃同埋投資。多謝劉議員，劉議員喺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呢係好關心，亦都係不斷提出一啲好建設性嘅建議。片區發展係劉議員提出啦，我哋而家都係進行緊啦。第二，頭先你講嘅按實補價呢個概念啦，都係我哋研究而希望睇下真真正正喺如果要落實係點樣落實。呢個包括譬如有啲私人土地佢換地之後，嗰啲錢就攞嚟做其中發展扣減去補佢，同埋睇下唔係講最高樓面係應該補幾多價，而係睇下實際嘅起幾多樓面嚟到做。我覺得呢個係務實嘅態度嚟嘅。特別咧，而家喺市場個外圍環境唔係咁好，大家財政咧都係受壓力咧，共同要考慮一啲新方法。所以多謝呢方面嘅意見。